英国原住民会用这鹿仔树的树皮来做衫，说因为真复杂，已经豆豆失传啊。台湾书检博物馆伫新庄举办6个月特展，合作拍树做衫，希望把这项文化会当完整保留落来。树皮敲打。 先把树皮较粗的所在削落来，然后把规块树皮掀起来，用锤仔慢慢啊讲，真紧就会当变做一块布。专门咧做树皮衫的技术加工，这就要用1天的时间落去讲，才会当讲出一领衫。外口的树皮你家己下雕，然后内底就较白色的纤维，就是真正咱要做衫的迄个布，迄个树皮啦。然后咱再用迄个锤仔，把伊的纤维迄个锤甲松起，然后伊才会变较快。技术家指出，这种树啊，叫做鹿仔树。早期原住民用叶叶啊来饲鹿仔，因为树皮的纤维真耐用，会当摕来做衫、做布料，用水洗也洗袂歹去。不过因为伊的手工真复杂，即马已经渐渐失传。为着要保留台湾树皮衫的文化，台湾书检博物馆要举办拍树做衫的展览，展示早期原住民用树皮做衫的传统。 在民国48年的时候，记录就已经很少了，基本上就是只有老人家的记忆才看过了。现在在做复振的，最主要是从都兰开始，然后全台湾都有一些都市族群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。 博物馆表示，特展会办到明年3月，有半年的时间，嘛希望未来会当透过艺术家的创作，加入染色设计的元素，变做皮包、装置技术等等，让这项珍贵的文化继续传承。记者陈阿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